萝卜，萝卜呀，变萝卜，还是白萝卜，还是小萝卜，还是水萝卜？哎呦，哎，你甭说这空气真好，是吧？当时就觉得这边，这边都有电视机，这边。不过去打个招呼就要走了吗？我过去应该不是打招呼，是打架吧？你们这儿好像没有谁愿意看见我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？那是我的事儿，你管不着。你干嘛？你来是想看看楚木过得怎么样，也是想来看看我们这一大家子过得怎么样。因为你很好奇，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和打击，又是 N 次重组过的一家人，怎么居然会越过越亲密的分不开，越过越快乐？你有点不相信，所以就过来亲眼证实一下，对吗？你是在跟我炫耀吗？算是吧，因为我真的很自豪。找个地方聊聊吧，我真的很想跟你聊聊。怎么，你不敢啊？先谢谢你，没有把我和楚木的禁忌姐弟恋曝光。总把那么无聊的八卦曝够了，不想玩那种小儿科，不是为了保护你们俩。赵文，我看过你的博客，很酷，你真的很有才华。你今天所取得的成绩，其实一大半都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。你其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傍款族，你追杨也好，跟周浩在一起也好，都只不过是把他们当成棋子或者是跳板，来实现你自己的梦想而已。没错，因为我不是你，一出生就能住别墅、开豪车。我要是特仁义道德从底层做起，估计我苦拼30年，能得到你刚出生有的那些东西都不错了。可那时候我就老了，想臭美，满脸褶子，想享福，一身的老年病，我才不愿意呢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没什么公平可言，每个人从一出生，财富、地位、国籍、性别、智商，就有了很大的差距。既然连统一的起跑线都没有，那比赛规则就可以因人而定。利用别人也好，不择手段也好，那就是我的比赛规则。我需要这些，我也只能靠这些才能赶得上一出生就跑在前头了的那些人。我很欣赏你，你是一个很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人，也是敢面对自己内心的欲望，更敢不遮不掩地把它直接表达出来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世界确实不公平，要想世界对你公平，你就得用自己的实力逼着这个世界不得不对你公平。我喜欢你把什么都摆在明面上说出来的勇气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太多人都在追求名利，但是又有太多的人不承认自己在追求名利，还指责别人在追求名利。可是你敢说我见故我在，你敢说扔掉一切道德外衣的真实会刺痛看惯伪善的世人，因为这正是我存在的价值。酷。没想到会夸你吧，其实我还很理解你呢。现在流行的一句话，宁在宝马车上哭，不在自行车上笑，你肯定知道喽。那是我的座右铭。
其实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只不过一直没有被人意识到而已。因为价值观和对幸福快乐的衡量标准不一样。其实宁愿在宝马车上哭的人，通常在自行车上是笑不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些人与其选择在自行车上哭，那还不如到宝马车里哭呢，对吗？你虽然一直很喜欢楚木，但是你还是选择跟楚木分手去追求杨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唉，早点认识你就好了，跟你说话可能比较省事儿。现在认识也不晚呢。以你的聪明和能力，其实你是一个可以在宝马车上笑的人。追求物质没有错，但是如果只追求物质，把你身边能卖的都卖了，能扔的都扔了，那你就错了。因为那样你会很痛苦。你毕竟是人，不是机器。是人就会怕孤独，就会有精神和感情的需求。你把你身边的人都吓跑了，那你的这种需求当然也就没有地方满足了。而这种需求又是你追求了半天的物质根本代替不了也满足不了的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心里空，所以你就会回头又来找楚木。赵文，善待一点你周围的人吧，就算是利用别人，也要拿捏好尺度，用劲不要过大。这可不是虚伪，这是智慧，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智慧。其实，你可以试一下的。你今儿就是憋着来教化我的，是吗？哎，我是来点醒你的，也是来讨好你的。讨好我？我希望你以后不但不会成为我们家的敌人，还会变成我们家的守护者。我的家人我很了解，他们虽然优点一大堆，现在彼此之间的感情呢也越来越牢固，但是他们有时候过于善良，也过于清高，所以很容易就被那些看出他们这些弱点的人所伤害。你要是能成为他们的守护者，那我就太安心了，因为有你在啊，不管什么人出什么招，你一眼就能看穿，来什么接什么。我守护他们？哼！你是想让一只狼守着一群羊吗？赵文，你从来都不是一只狼啊，你最多也就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牧羊犬而已。只不过这狼皮披的时间久了点儿，你都快把你本来的天性给忘了。真不知道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，反正我没那么变态。我不会给一帮一看见我就横鼻子竖眼的人当什么牧羊。你们家有你守护着不就够了吗？你是要离开了吗？楚木知道吗？现在家里人还都不知道呢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先安排好。你是真的很爱宠物是吗？所以我才不得不走。薛之力，我输给你了。我可能这辈子做什么事都会输给你，但是我输得心甘情愿。